現時我哋大概有接近300位嘅犯咗黑暴啦，或者係違反國安法嘅在囚人士咧，而家正在服刑當中。大概會係1000至2000位啦，已經離開咗院所，安排一啲嘅反修例更生人士啦，去到國內去參觀啦，去做交流啦，佢哋都會覺得係今次安排到佢哋翻去咧，其實佢哋咧亦都係大大去認識到而家國家最新嘅發展係點樣樣，同佢哋之前喺心目中嘅感覺係完全不一樣。而佢哋亦都係反映向我哋同事嘅反映啊，呢一次嘅交流咧，對佢哋嚟講咧係十分之有裨益。佢哋都正係分享咗咧，當其時佢哋真係喺修例嘅時候係受到一啲嘅媒體嘅一啲嘅渲染，一啲嘅錯誤嘅報導咧，即係作出一啲嘅違反國家安全嘅一啲嘅行為。咁其實事實上咧，佢哋都覺得係深表悔疚。喺未來嘅日子，我哋會繼續安排更加多嘅相關嘅一啲嘅更生人士，會去國內做交流，讓到佢哋可以咧去加強佢哋嘅國民身份認同。